为着培育更较侪半导体人才，台积电甲教育部合作，伫咧分科代办5年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。这学校是补助来台湾学生4年学费，台积电会提供逐个月1万块的所费。今年9月，就已经有一个日本学生来台湾上课。来自日本的学生真夏彩音，高中毕业了后就想要来台湾读册，原地打算要读企业管理系，毋过知影云林科技大学要推出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，毋免学费，逐个月阁有补助生活费，所以决定改读工业工程与管理系。日本で習った部分は簡単なんですけど、やっぱり中国語なので習ったことないところは難しい。分科代表示，台积电新本一厂伫咧今年第4季开始量产。除了对台湾派出工程师，台积电嘛希望会当培育更较侪国际半导体人才。伫今年7月，甲分科大签约合作5档，由校方补助4档的学费，台积电逐个月嘛提供1万块的生活费。按算明年9月会当招到90位日本籍的学生。学校自己本身等于有点类似奖学金这样，鼓励他们过来念嘛。我们整个叫半导体学程，那这个半导体学程后续可能会，它也可能在半导体的其他产业啊，可能也在封装啊，可能也在那个测试啊，可能也在各种不同的那个半导体的产业。校方表示，参与这个培育计划学生毕业了后，若是顺利通过考试，就会当去到台积电上班。而且明年是已经有12位日本籍的学生来报名，未来嘛打算要去到德国来招募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